珠海華發呢個樓盤喺露台直接睇到一線嘅湖景啊，樓下就係濕地公園。呢5月爬龍舟就係喺呢度爬噶啦。依家清盤直接平咗百幾萬啊，南北通雙露台嘅一個設計。呢個實景現樓單位呢，即買即入住。依家睇到嘅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嘅，包括廚房呢邊嘅3件套，同埋客廳嘅冷氣機，全部都係送埋俾你。再睇翻入門呢個位置啊，一個電梯放火人，有一個超大嘅入戶花園，都係你自己使用嘅。126平方，4房2廳2廁，40萬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個咁靚嘅豪景單位。之前發展商一直保留唔攞出嚟賣，依家清貨啦，手快有手慢冇。而且呢邊位非常之方便，小區出門就係華發商都，衣食住行一站式全部搞掂，20分鐘返到去港珠澳大橋口岸。有興趣嘅朋友評論區3個6發資料俾你。